后来乡亲啊，你捌甲跌过算过无？退休了后1个月就要偌济钱来过生活咧？根据着劳保局上新的统计，目前每个月领劳保年金的退休员工有146万人，当中有95万人1个月领无2万块。上主要的原因是投保的薪资伤低，也佫有投保的年资无够长。啊，讲1个月会当领超过4万块者，全台湾只有1217个人。已经退休的人，你1个月劳保金是领偌济咧？领年金的领4900啦，我大概是17000。哦，你是1万，先生是2万。劳保局统计有146万的退休劳工，1个月平均领17000，有关要6.5，超过95万人，1个月领无够2万。投保年资不够长，然后投保薪资可能还不是很高，然后他再加上他可能有提前领。换找头路，或者是做工课袂顺，拢是主要的原因。根据主计处统计，去年台湾平均每一个人1个月消费支出是23262，大多数的在职劳工，若只有投保薪水年费，以后领到的劳保年金一定无够用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工作的一个期间，可能每个月固定有一些像是基金投资，或者是长照险、失能险的一些这个支出哦，这样子退休为生活可能会比较无余啦。虽然退休除了劳保年金，还有1个月头家拨予你的劳工退休金会当领，不过未来物件愈来愈贵，退休金可能会无够用。劳工朋友上好爱先做好退休计划，才袂到年老歹